算客家料理吗？算怀石，算怀石，因为有日式加客家。哦，是哦 ，OK， 就是我们一般吃的这个炸鸡，对不对？对。但是我们的炸鸡要淋上呢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客家的这个红曲酱，福州人最爱吃这个红曲了，所以这个红曲酱怎么做，几乎我们每年都要做啦。好，那我们等一下就请梦友来介绍呢，客家的这个红曲酱到底要怎么做，因为它是我们今天呢这一道料理的这个灵魂呢。我们客家红曲是用曲菌，曲菌，然后跟圆糯米，然后这个1，然后圆糯米3，然后基本上制作方法是圆糯米，我们先用一般的水蒸熟，蒸熟之后把它拌开，让它稍微冷却，冷却之后我们把这个不要泡水，千万不能泡水，这所有过程中没有加入任何的一滴水，对，不能有生水啊，不然就坏掉了。对，然后我们把那个拌凉的糯米，这个把红曲菌呢放进去拌匀，对不对？对，拌匀。拌匀之后，我们找一个无菌的玻璃瓮，或者是说那个我们古早那种以前的那古早的那个陶瓮，然后就把红曲菌跟圆糯米的拌合，然后拌完就加米酒，对，米酒就刚好腌过它就好，腌过之后拌匀，然后保鲜膜封起来，然后每天再加一点米酒，养菌，就是养那个菌啦，对，然后也一方面米酒盖上去也会防止外面不好的菌呢污染了我们的这个红曲酱哦。然后盖完大概隔2个礼拜之后就可以调味，我们想吃甜就加甜加糖，想吃咸就可以加盐巴。然后这个红曲酱泡我们的白斩鸡、鸭或者是猪肉都好吃。然后我们今天就用这个酱，这是已经做好了，我们就用这个酱，有咸的咯，还是没有味道？对，这我调好味了。对，这会有点咸，那等一下我们会再调和。然后我们就用这个酱来配我们的炸鸡。好，而且我们今天选的是这种棒棒鸡的哦，就是那个最精华那一段，上面那个我们也不要了，因为厨娘也都不喜欢吃。一只鸡我只喜欢吃这一段而已啊，所以梦圆就带来了，就只有棒棒鸡腿的这个去骨的这个鸡腿部分啊。因为我打听到厨娘最喜欢吃这个部分。我们互相都有做功课啊，我也是啊，看到梦圆的一些得奖记录啊，真的非常的惊人啊，才19岁而已哦。鸡肉我们加少许的红曲酱、白胡椒、盐，但我们这边盐可以不用太多，因为等一下我们那个红曲酱是有味道的。对啊，其实做料理呢，我常常会跟朋友分享啊，就是最好盐巴都尽量少放哦，因为咸一点哦很难救它啦。对，淡一点你还可以说沾个酱油啦，沾一个辣椒酱啦，都可以把它弥补一下。但是你如果一下子这个口味放得太重的时候，太咸，真的是再好的料理啊，太咸都很难吞咽下去哦。这是我们的糖，为什么要加糖？因为糖的渗透压比盐好，比盐来得好。所以呢，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让它鸡肉味道比较快吃进去。哦，对，这是台湾的绍兴酒，一点点提味，米酒。有绍兴还要再加米酒哦。对，那真的会醉耶，不是说酒不能掺着喝吗？没关系，它等一下会蒸发。嘿 ，OK， 它炸掉之后呢，就是温度一高的话，其实酒精就会挥发的差不多。酱油，酱油这边不能下太多，因为等一下如果下太多的话，我们炸的时候很容易上色。油膏，真的都只有一点点哦，因为我们今天这个量比较少。那我们这边先腌制一下。那我可以麻烦主持人帮我打个蛋吗？没问题。好啦，这个我们已经腌制过了。腌制完我们就先把它裹面粉。我们面粉蘸完，抖一下，我们不要留太多的粉，薄薄一层就好。然后沾过我们的蛋液，蛋液也是不要太厚。
好，我们就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来啊，就是我们先沾裹这个中筋面粉之后呢，我们再沾裹这个蛋液，然后利用蛋液的这个黏的这个去包覆呢面包粉啊。那我们沾裹面包粉。那这边我们油温到，油温怎么看？竹块，一般我们用竹块戳下去，看它旁边有没有泡泡冒起来。有泡泡冒起来，就表示这油温已经够了。那我们把裹好面包粉的这个鸡块呢，我们就一块一块的放下来。那我们炸的时候，切记不要用太火，那个油温不要太高，因为高的话，那个面包粉一下就黑掉了。所以我们要先用中小火。把鸡肉炸大概9分熟，我们最后再用大火把油逼出来，然后再让它完成一个上色的阶段。哦，好香哦！好，刚刚那个红曲酱的制作呢，大家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哈。我们就是一定要有红曲菌嘛哈，然后这个圆糯米要先泡水嘛，要蒸熟之前，对，最好泡8个小时以上。然后把水沥干之后呢，拿去蒸，蒸熟了之后呢，你就不要有任何生水了。就把我们的红曲菌下去拌匀，那整个拌匀之后呢，我们找一个干净的瓮，啊，不管是陶瓮啦、玻璃瓮都可以，但是一定要是无菌的，好。然后放进去之后，我们再用米酒把它盖起来，最后再用保洁膜把它封起来啊。那每天呢，大概都要加大概10克的米酒下去，大概啊，也要拌一拌，对不对？看量啦。也要进去拌嘛，不是倒完就没事了。要搅匀。因为要让它空气进去，让它有这个发酵，好，那慢慢的大概过了2个礼拜左右就可以吃了。对，那做好的这个红曲酱呢，最好是放在冰箱或者是你们的地下室啊，绝对不要是那个温度很高，像台湾这种夏天36、7度的话，你这个红曲酱放外面可能一下就变成酒了。对，红曲酒。你看梦远炸这个鸡块呢，是我上节目呢炸最久的了。他给我也谢哦，因为它这叫后怕中间没有水。哦。好，那我们颜色差不多之后，我们转大火，把它油稍微逼一下。好，就是所谓的抢酥哦。他抢酥也抢得特别久。好，真的好了吧？好了。好，这个时候梦游，我们2个换个位置，好不好？好。因为它那一点一定不够吃的嘛，对不对？那么香又这种天气，我就要来炸另外一锅。那我们这边，这是东方美人茶水，跟我们刚刚的红曲酱。啊，切记这个都要是已经是熟的状态哦。红曲酱、糖、把它拌均匀。好，这个红曲酱，我们刚刚呢，就是说，梦远说，因为我们这个不管是外面买的或自己做的红曲酱，其实我们在咸度上面哦，可能都不是刚刚好。我们今天要搭配我们的这个鸡肉的哦，所以我们一定要稍微再把它调整一下啊，用所谓的像碰红得的这个茶水也好啦，或者开水也好啊，然后再加一点点的这个糖啊，中和一下它的咸味。我们把炸好的鸡块放上来。幸好他今天选了一个很小的盘子哦，这样装几块就很满了。为什么还要剪开？你怕不熟？不会吧？这样比较冷。我们要斯文一点，要小块一点，跟它的块头一点都不搭。我还以为他很贴心的说，因为那个中间怕很烫哦，
不小心去烫到了。这也是关键之一，这也是重点，好不好？我们可以加一点红曲酱。哇，好香哦，超香的。应该有听到我吃那咔嚓咔嚓的声音吧？